泰铢集团跨国诈骗洗钱案，即马上新的情形，就是其中这个首脑丹志伫个柬埔寨去互掠条的啊，即马已经送回去中国来受审，但是丹志的身份甲中国政府因的关系袂歹，所以啊，外界是认为啊，台送去中国，这可能变作是某种程度的保护咯。 但这嘴案被溜掉，面色真歹看，因为是化水会惊动的泰铢集团的首脑，即马互掠去关。台湾这边继续展开第7波的搜查。检调长兵分12路，阁掠真侪人，穿蓝色的衫。这个国际商务公司的姓罗的负责人，就是台湾洗钱的源头。伊协助泰铢伫马绍尔等的所在成立海外的转账公司，并且开口座以假交易的方式，将诈骗的金额汇入伊旗下的天续公司，再佫用买厝买车的方式暗号非法的洗钱行为。一找姓罗的负责人，就是在台姓王的助理到牵线，两个人拢用50万块交保。 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，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重大战果。透过画面放送，丹志是穿犯人的衫，双手被铐掉咧。不过，伊无妨送去甲起诉的美国，是将人送回去中国受审。其实只是让中国可以说给他进行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保护，然后让他本身所涉及的一些相关案件的一些案情或机密，不至于说会被一些西方国家是给掌控啊。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只是一个表演的政治动作而已啊。 柬埔寨政府应中国要求遣送丹志，专家分析讲，一方面会当化解西方的压力，另外一方面嘛是配合中国。可见丹志甲泰铢集团背后复杂的关系，嘛会牵动到中国政府的敏感神经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